黃家麟議員。多謝主席。以下係李煥光議員同埋本人嘅聯合發言。我哋今日嘅發言嘅題目係提升防災能力，疏通交通，方便出行。近年本澳城市建設同埋經濟發展並行，但係防災減災嘅基礎交通運行效率同埋居民出行嘅體驗等領域仍然有待突破民生痛點。本人認為聚焦防災防洪、交通結構優化、輕軌同埋社區嘅融合三大核心，可推動運輸公務施政精準發力，切實回應社會嘅期待。第一，築牢防災嘅底線，守護城市嘅安全。2017年颱風天鴿造成巨額嘅損失，如今內港、路環等低窪地區防洪壓力仍然未得到根本嘅緩解。防災減災嘅事關居民生命財產嘅安全，係城市嘅生命線，必須納入長期重點工作。第二，優化交通嘅結構，破解出行嘅難題。截至2025年第三季，本澳登記嘅機動車輛突破25萬輛，而道路總里程先至係得350公里，跨境車輛通行量達816萬車次。路網資源有限同埋車流增長嘅矛盾突出，早晚高峰擁堵、停車難等呢啲問題制約生活嘅品質。減少私家車過度依賴係勢在必行嘅，推動站城融合，釋放輕軌嘅效能。輕軌東線計劃喺2029年通車，串連關閘、新城 A 區及氹仔嘅北部，而新城 A 區規劃居住人口不少於10萬人。將輕軌建設同埋社區規劃同步推進，實現出門即達公交系統，先至可以最大化發揮運輸嘅效益，從源頭減少私家車嘅需求。基於此，我哋提出3點嘅具體建議。第一，以生命線工程為標準，強化防洪能力，將重點區域防洪工程納入專項嘅管理，可以借鑑荷蘭與河共生嘅理念，增設儲洪空間，優化排水設施，建立全域水位實時監測系統，常態化開展防災嘅演習。第二，公交優先戰略優化交通嘅生態，參照新加坡綠色出行嘅模式，喺交通規劃期中檢討時設定公交量化目標，修訂法規，統一管理各類交通方式，推進巴士專用道、停車換乘設施，以及引入網約車，或者引入互聯網新技術便利 call 車嘅系統等等。因為我自己喺呢一個平時都喺15分鐘嘅行路嘅基礎上邊，我都唔會 call 車嘅，因為驚遇到極少部分唔好心情嘅司機咧，就俾佢哋鬧。咁所以希望咧，我哋嘅目的咧都係引導居民咧優選公共嘅交通嘅啫。第三，以站城一體化模式釋放輕軌嘅價值，借鑑香港港鐵嘅經驗，喺輕軌東線新城 A 區段選擇核心站點，推進一體化嘅開發，統一規劃車站上蓋同埋周邊嘅用地，完善配套嘅設施，讓輕軌升級為帶動社區更新嘅城市樞紐。以上嘅建議旨在系統咁樣解決民生嘅痛點，助力澳門建設更安全、更便捷嘅宜居城市。懇請政府相關嘅部門認真研究推進，本人將持續跟進。唔該。